喂，咱有建议咱为中文书领领咱各位组长、各位建议代表，大家早安。老师早安。非常感恩感恩着咱老母娘的慈悲，做事业帮助台湾老前人，咱前人台湾内底咱有前人咱各位点文书会提款的和学到有遮好的因缘来到遮交咱共聚一堂。咱伫即个真理的法界内底，真正是咱老师慈悲、师尊师父慈悲安尼，互咱有遮好的道缘互咱有即个共聚的机会啦当然伫咱即个遮好的因缘的过程内底大家共学着真理而且内底伫咧真理的法界内底。大家互相体会，互相提升，互相勉励啦伫今仔日学校着咱前人指示咱用即个题目，就是咱随顺菩提道行伫即个过程当中，当然即个题目互学嘛伫遐体会一句话。菩提道行，菩提。